好啊，咱今仔就开始今日的演讲。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研究员陈冠霖。今日足欢喜会当来主持这场的演讲。先互大家回一个失礼吼，因为我最近感冒讲话烧声，可能较无清楚啦就敢若足歹势。首先呢，我要感谢洪志伟博士主办者的活动。互咱会当用家己的语言去讲阮家己国家的故事，讲阮家己国家的历史。咱今日的足欢喜会当邀请咱的演讲者朱慧竹博士。朱博士是中兴大学的教授。今日伊要甲阮演讲的题目是 State of Exception， 阮 Okinawa 甲金门的文学思考新领展。咱今日嘛足欢喜会当邀请。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助研究员陈伟智博士甲朱博士进行对谈。我即马就把时间交予朱博士，请。主持人、讨论人、各位现场阁有线顶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台湾文学甲跨国文化研究所的朱慧竹。其实我伫读国校1年的时阵，阁有拄着伫学校讲台语的互罚钱的迄个时代吼。所以为迄了后，我就是根本上就是拢用国语吼，阁英语。后来去日本读册吼，就用日语吼。做就是一直拢用遮个语言啦吼。即马转来台湾差不多得要20档吼，若是拢用遮伫学校学的，也是讲伫外国吼学的即个语言来做研究吼，来教册。所以即届来参与吼，就是中研院办的即个全台语的讲座吼，其实完全是靠你一个戆胆啦吼。所以我即马坐咧遮吼，就感觉开始就是会惊咧吼。讲嘛是真欢喜啦吼，有即个机会会使用我失去真久的即个母语吼，来甲大家分享吼，我为文学的比较研究发展出来一寡想法。我今仔日吼要讲的即个主标题吼，叫做 State of Exception， 例外状态。即个是咱的二代理哲学家阿冈本，伊即本册吼，伊的册名的英语阁有华语的翻译。伊讨论到西方主罗马法以来，若是拄着甲外国的战争、叛乱、内乱即款的紧急必要的时阵，就互法律暂时失去效力。踮伫咧一个关闭的状态，suspension standstill。咱若是用白话来讲吼，就是甲法律暂时甲吊伫边仔囥吼，就是先莫甲插安尼。伊若阁有带咱看吼，就是咱顶世纪伫即个欧洲吼，甲美国国家的历史伫发展的过程当中，原来应该是暂时的措施的例外状态。是安怎会变成做政府伫运作、统治、技术的一个平常的正常的状态，阁有规则。这毋是敢有伫咱较极权的国家吼，其实伫咱民主的国家吼，若是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吼。咱两届的大战期间吼，的德国就是一个真好的例。伫咱台湾吼，咱正就是有戒严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阁有刑法100条等等吼，才会甲咱中华民国的宪法关闭的即个法令措施。即马咱阁受到中国的国安法的影响，所以咱对阿冈本吼伫讲的即款的例外状态，应该是真好了解。阿冈本伊写即本册吼，是为着要回应2001年911恐怖攻击了后，迄当时的布希
政权吼，伊为着要对付即个恐怖分子吼，伊就是制定爱国法。即个爱国法就是讲，你会使拘留，而且会使军事审判有即个恐怖分子嫌疑的外国人的即个一代的状况。毋过其实吼，咱看美国吼，伊伫1950年罕见爆发了后，伊就已经以即个共产党吼，气化的即个紧急状态，抑阁有家己围堵的必要性，作为一个理由，延续着咱战后的军事占领，伫全世界起了超过1000个美军的基地。美军呢，伫遮地主国吼的领土顶头吼起即个基地，而且呢，伫即个司法管辖权，那共款享有即个治外法权。咱正前吼伫读中国的历史吼，就是有读到即个领事裁判权，伊就是治外法权的一种吼。毋过美军的治外法权，就亲像伊的即个英文吼 ，extraterritoriality， 伊表现着这是伫家己的国家的领土 territory 以外 extra 的所在来行使伊的领土司法管辖权的即个列外主义，啊，阁有特权。伫即个1945年吼4月。美军吼，伊登陆Okinawa的本岛了后，伊就开始伫遐起即个基地吼，准备就是要拍日本的本土。1952年，伫咧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后，日本呢就恢复着主权的独立。毋过Okinawa共款吼，继续受到美军的军事统治，变成美国甲日本因的安全保障条约的中心。咱按照即个600年吼签的地位协定，美军的军人阁有民间人的员工甲因的家族，因若是伫日本吼有即个犯罪的嫌疑的时阵，因是由即个美军的法庭吼来甲因审判，毋免受到日本的司法的审判。而且呢，因伫互人起诉正前吼，就是毋免交互日本的警察来做调查。咱伫即个72年的时阵吼，Okinawa就回归吼日本的统治。毋过美军并无为Okinawa离开，伊就编入去日本甲美国吼正前签的即个地位协定，继续享有治外法权。到即马吼，咱日本有70%的美军专用的设施，抑阁集中伫即个6%吼，伊的领土就是Okinawa的顶头。亲像人口吼上济Okinawa的本岛吼，都有14.7%的土地，互美军的基地来占用。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吼，是即个Okinawa的即个小说，伊是由吉英喜写的一个小说吼，伊是78年吼发表的吼，即个叫做《George 射杀的山猪》吼。即个作家伊即个作品吼，就是有得到即个九州的文学奖啦吼。伊后来吼，阁有写一篇《Ginemu Yashiki》吼，这是咧讲迄个韩国吼，就是朝鲜的慰安妇吼的故事吼，若是得到一个文学奖。上出名是96年吼，伊写一个牡丹拢无开吼，即个就是伊改成对即个猪吼，即个动物吼，足有兴趣嘿，毋是山猪，就是猪吼。所以就是得到日本吼上重要的即个阿库塔高瓦的即个文学奖吼。咱今日看即个小说吼，伊的故事吼，就是讲
领薪水2工前吼，借钱吼，就甲3个伊的共体啦，伫即个酒吧伫啉酒。即个时阵吼，大家叫做山兰吼亚麻奥多口，就是啥物意思呢？就是为即个越南舰场转来，真感开市啦吼！即个美军因入来了吼，即酒吧的小姐吼，就完全无得甲借钱因插嘛吼。共体就足生气的吼，就联手吼来甲伤害强奸吼一个小姐吼。而且吼后来因就无得插即个头家就赶来吼，要甲因讨$20的赔偿的要求啦吼，因若无得甲插就做因去。因一群人吼，就搁入去另外一间吼，是有伫放即个肉片吼酒吧，看煞就甲小姐去开房间。了后本来讲好是$10会使困规暝的即个小姐吼，伊就改口讲$10就才会使困一摆。所以2个人就去冤家，借钱就足袂爽的吼，就离开啊吼。无细哩就装入去黑人美军专门伫去的巷就互黑人的美军吼灌酒啦、蛇尿啦、互拍、互抢安尼。伊就足有趣的吼，就转去伊的宿舍吼，就想着讲要杀人吼，互大家会使对伊看会起。有一个老伙仔吼，Okinawa的老伙仔，伊逐工拢伫基地的铁线网外口吼，伫捡即个破弹吼的碎片，搁有枪壳吼，即个老伙仔就变成伊的对象吼，过当工下晡借钱就开枪，甲即个老人吼甲拍死。借钱拍死人了，伊头一个吼就是想着即个治外法权吼的法令，伊知影讲因的军事法定吼袂真正真严格甲处罚啦。因若是决定讲要甲伊送转去美国吼，当作是处罚吼，伊就毋免去越南遐修建吼。对伊来讲，颠倒是好代志。伊就想讲会使甲因讲吼，伊叫是即个老人是山猪。是要讲伊偷走入来基地内底，互伊掠着，想要逃走安尼。伊阁想讲是毋是要甲即个老人的尸体吼拖去这铁线网外口禁入的所在？上尾伊就决定讲免太麻烦，吼是安怎呢？怀得吼即个检察官根本袂详细来做调查。其实咱伫 Okinawa 吼，美军开枪拍死居民的即个事件吼，伫5/6/60年代 Okinawa 吼是定伫发生吼。像遮吼有一个咧，就是59年吼有一个55岁即个女性造产人，伊就互人发现死伫个 Okinawa 北部吼有一个汉森军营的训练场。调查官就讲，伊走入去即个禁止进入的所在，捡即个枪卡啦吼，就互一个38岁的军事开枪吼，就甲拍死。迄天吼其实无伫做军事的演习，军事是甲朋友伫拍蜡的时阵吼，就是迄个女性的造产人是山猪吼，所以才开枪吼。所以咱伫 Okinawa 吼，美军伫不管是军事训练中的事故，还是讲因放假去外口的时阵塞车弄死人，还是讲犯罪吼，若是定伫发生吼，伫外口惹代志的美军吼，伊只要较紧旋转去因的基地吼内底，就会使平安无代志吼。这是美军吼伫 Okinawa 吼，即马31个基地当中吼上界重要的2个吼，一个就是即个普天间海军陆战队吼的机场啦吼。普天间吼就福特嘛吼，即个机场。
啊，佮另外一个吼是卡蒂娜吼，加手娜吼，卡蒂娜的一个空军哦，即个基地吼。啊，即两个就是上重要吼，上大个吼。啊，咱会使伫即个相片内底看到吼，就是基地吼，伊有即个悬悬的围墙，啊，佮有刺的铁线网啊吼，着甲美军独悬的即个内外范围吼，甲围起来吼，甲围起来。像伫早期的时阵吼，若是即个居民吼需要，伊要去因的产地吼，互美军的基地甲箍伫内底吼，啊，因要去内底做事吼，着爱挂一个有相片的证件吼，啊，才会使入去吼。啊，若是要入去伫内底迄个蒙仔堡啦吼，陪墓若是爱申请因的允准吼，才会使。啊，伫即个基地内底吼，当然美军就是逐工拢咧做即个历代吼战斗的训练，练咧放假的时阵吼，若是咧做开枪的练习啦吼，就亲像咱头拄仔看迄个咧吼共款。啊，咱的小说的标题吼，甲老人吼换做是沙猪，就是咧讲吼，伫现实的生活当中，美军会讲因叫是居民是沙猪来卸责任吼。啊，若批判着美军吼无甲居民当作是人吼，啊对即个居民的人权造成伤害，啊佮有威胁吼，即款的状况。啊，美军的暴力啊佮有权力，是咱战后的 Okinawa 文学内底定定拢会看到的主题啦。啊，即篇小说吼，伊较特别的所在吼，就是讲伊是完全为美军的角度来讲即个故事。伊使用了第三人称对话、内心的话来表现救治吼，即个白人美军伊所看到的、伊所听到的，啊，佮有伊真主观的即个想法，啊，互咱看到讲美军吼是安怎借即个烧酒吼、查某，啊，佮有暴力来消透吼因即个战争，啊，佮有军事训练所引发的不安甲惊吓，啊，佮有咱佮有看到讲救治吼，伊作为一个菜鸟仔兵吼，伊是安怎为即个暴力旁观者，甚至是受害者，转变做是个暴力的行事者，就是加害者的一个过程。啊，即个3比8细细粒的救治吼，伊着幻想伊家己吼变成伊是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即个强者，啊，甲欺负该欺负的即个黑人吼，就是即马就会发出足大的怪声吼，甲伊求情。啊，即个 Okinawa 吼的人吼，就是完全拢无得甲反抗，啊，着点点安尼，互伊杀死。啊，搁再来，伊搁甲即 Okinawa 的老人吼，想做是战场顶头的伊的敌人，就是越南的共产党。吼，伊来有小说内底，就是有安尼伫描写吼，伊就是讲，伊总是滴一顶鸡梨仔，吼，用即个木块叶仔编的梨仔砍咧伊的面，啊，毋过照字吼会使清楚看到伊亲像高山仔安尼摇摆摆即个面吼，啊，高山仔的目睭完全无振动吼，即个高山仔的目睭。啊，正正吼，照字毋知影迄是啥物表情吼，啊，就是目睭白金金，甲伊银吼。啊，即马内底就是有即个惊吓吼，阁有厌恨。啊，即马照字雄雄明白吼，迄就是敌人的两蕊目睭吼。啊。伊这目睭吼，就是乌金啦，啊，佮小摊的目睭，惊吓、厌恨吼，啊，白金金得甲看的目睭，就是越南人的目睭。
伊皮肤的色、体型、游击队，我的敌人吼，就是迄款的人啊，就着雄雄啊调一个安尼，调一个安尼吼。事实上，咱伫看，即个赵志吼，伫这小说内底，伊安怎去制造一个亚洲人吼诶假想敌吼，即款的心理的机制吼，伊不只是小说内底的创作的一个虚构吼，伊是真正有发生的代志吼。咱伫即个2015年，沖縄的媒体就有报道讲，64年吼，美军伫沖縄的北部的训练区域吼，就是 NTA 吼，即个所在有设一个越南村吼，请得要20个吼附近庄头的即个叫做高工吼，读册吼的居民，阁有包括几个囡仔吼，假做是越南的共产党的游击队吼，互美军来做即个模拟的训练啦吼。咱毋知影讲，咱的即个游击吼，伫写即个故事的时阵吼，伊是毋是知影讲有即个代志啦吼？按过即个呼应吼，互咱看到讲沖縄伫越南战争的时阵吼，是真正变成美军另外一个战场。其实即篇小说吼，伊出版的时阵吼，越战已经结束3冬吼，因为78年出版嘛吼，就是已经过3冬啊吼。沖縄回归日本嘛，过了6冬吼。过日本为共一年开始吼，甚至主动编列，因叫做大新的预算吼，就是伊叫欧摩亚利优伞吼，大新的预算来承担美军基地土地租金、水电钱吼，才会开销。互沖縄回归了后的即个美日安保体制，搁较坚固安尼。所以咱看小说内底吼，其实完全无日本人出现吼。过伊透过即个语言的使用吼，来批判日本国家，阁有美军霸权因的强权关系。咱普通吼日语，若是要写即个外国的语言的发音，也是讲翻译吼，就是会使用即个卡塔卡纳吼。就亲像遮吼。所以我比遮，我爱比遐吼。好，伤远啊，好，袂要紧。我讲，就是我只有画即个青青的线吼 ，all night。像遮个toilet 吼，阁有 all night short time 吼，就是画即个蓝色的即个线的所在吼。咱就是看到种，即就是卡塔卡纳吼。卡塔卡纳就是甲你讲吼，这是外语吼，就是外国的话啦吼。甲咱其他吼，就是用希拉嘎纳，阁加即个汉字写的普通的日语来做一个分别吼。过伫即个小说内底吼，不管是美军甲遮小姐，也是头家吼，因用英语的对话吼，也是讲少一个人伫遐细细念伫心内底干交吼，拢是用日语来写吼，伊完全就是无使用即落卡塔卡纳吼。亲像咱伫遮看到即个所在吼，就是少子甲即个小姐吼，因为着介绍吼的代志，着用英语吼，英语伫冤家吼，即个所在，伊着完全是用日语来写吼。敢有一个所在吼，伊用着即个卡塔卡纳吼，就是即个小姐就甲问讲吼 ，once more 吼，就是用即个红线吼 ，once more 吼，用日本话就是安尼念啦吼。就亲手出来要甲讨即个追加的钱啦吼。就敢有即句吼，伊是用卡塔卡纳吼来写吼。少是着串一个吼，就讲 what 吼，就
伊就伫遮吼啊，就是讲英语嘛，啊伊若是甲伊写作哪年吼，就是用日语吼来写所有少子讲的话，安尼吼。啊，所以就无表现着讲伊即摆在讲的话的即个一致性吼，就是讲伊甲日语是一个无共款的外国的话的即个一致性吼，伊就无甲伊表现出来。啊，另外一方面，足趣味的所在吼，就是讲，这小说内底酒吧的小姐吼，头家吼，因就是拢讲Okinawa的即个方言啦吼，啊，颠倒吼变成是一个意义不明的声啦吼。譬如讲，遮我有互大家几个例吼，就是讲，譬如讲，少子的共体吼，就甲上尾一个想要离开因迄块岛的小姐。缀咧桌顶吼，啊用赖打，就甲烧伊下骹摸的时阵吼，迄个小姐就出力吼，骹塞手踢吼，用因听无的语言吼，大声叫唤吼。啊后来共体佫摕一个刀仔吼，伫伊即个小姐的红棍啊、喙皮吼，伫遐梳来梳去的时阵吼，啊其他的小姐吼，就围伫因的边仔，啊毋知影是咧喊啥吼。啊，敢若是咧哀求吼，亲像咧生气，啊，佮亲像咧哀伤吼，啊，就是毋知影讲是到底是对一个吼。啊，就是因要离开的时阵吼，就听到迄个头家吼伊的喊声吼，为后壁传过来吼。啊，就是无回头吼，因为迄头家伊无回头，按过伊会听会着讲头家听起来吼，就是亲像咧甲伊骂啦吼。啊，改成是 Okinawa 的方言吼，啊，迄个开口吼，迄个声调，确实是咧甲伊骂。啊，头家想嘛知影是讲，哪摆出一个准备要落跑的姿态啦吼，啊，哪压伊的拳头母吼，啊，夹即个喙齿筋吼。按讲遐个小姐吼，就着知影讲，因一定搁围咧迄个几个山峦的边仔啦吼。啊，骂因的声吼，即个韵尾吼，伫少子的鱼坑边仔停留足久的吼。啊，少子就想讲吼，啊，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吼，就是伊即边吼，就是安尼在写吼。啊，所以咱除了讲即个小说吼，是为美军的角度啦吼，一个种族的角度来写吼，啊，佫有。英语变成日语 ，Okinawa 的方言吼，变成咱外国的语言吼，啊完全拢听无啦吼。即款的手法吼，啊 Okinawa 吼，咱看即个右吉吼，伊本身是 Okinawa 的人吼，啊就是挑工吼用即款的写法吼，互咱看到战后日本吼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啊佫有。军事殖民地吼，即款的异乡主权吼，即个状况吼，啊，假做吼无听到 Okinawa 在地抗议的声音吼，啊，我这就是甲大家介绍吼，即个历史学者吼，Yoneyama Lisa 吼，伊伫冷战废墟吼即本册的内底吼，伊就。讨论到咱战后的跨太平洋共犯的遗忘吼，就是失去咱的记忆吼，的即款的状况吼。伊就讲美国的列外主义甲军事化的安全吼，就是 militarized security 即款的体制下骹，日本的异常主权吼是安怎影响着跨太平洋即个冷战的形成吼，啊，佫有战争的责任，日本兵的慰安妇，啊，佫有原子弹遮个问题吼。咱伫战后吼，因为遮个体制，伫即个体制之下吼，就是咱要做即个，不管是平反吼，还是要补偿吼，即个时阵吼，拢有有一寡困难吼，伊就是咧讨论即个问题吼。啊，其实吼，咱看日本的本土，
美军的治外法权若是引起真侪问题吼，像即个57年吼1月吼，伫即个军马关吼，就发生有一个21岁的美军吼，伊超工叫一个伫捡枪仔壳的46岁的日本人的女性挖金吼，然后则搁开枪甲拍互死吼，即个吉拉德事件吼，引起真侪人的抗议。其实3月吼，咱台湾也发生了老自然吼，伫阳明山吼，就是草山啦吼，互咱美军的上司雷诺吼开枪拍死的即个事件。5月底吼，美军的法庭吼宣判雷诺就是无罪啦吼，就引起抗议的民众破坏美国的大使馆吼，甲掠破美国的国旗的即个事件吼。为即个事件了后吼，其实咱本来已经为55年吼就开始甲美军吼伫谈判吼，关于即个美军在华地位的协定吼，咱的政府就有伫谈判吼。过为即个事件了后，咱就有小可较积极吼，就伫即个65年8月底吼，就签了吼。过咱的美军的顾问团吼的人员并无受到即个限制吼，而且咱伫谈判的期间吼，美军的事故甲犯罪共款，就是一直在发生吼，包括64年吼中美联合演习了后吼，为Okinawa来台湾参加演习的4个黑人美军吼，就伫中华的庄脚轮奸一个咱在地的即个女性吼。伫即正前吼，59年的时阵吼，其实伫Okinawa中部吼，若是发生一个美军的军机坠落吼，弄倒35间民厝吼，了后则搁弄入去一间国校仔吼，烧起来，造成足严重的即个死伤啦吼。即个军机吼，即台军机伊咧出代志之前吼，其实是伫咱台湾吼做了即个维修啦吼，转去Okinawa才发现讲，即个维修吼做甲无好势，就重新搁再来吼，维修了后，就咧试飞吼，试飞时阵才失控吼。若是伫咱台湾起飞的时阵就故障吼，即个事故吼，就是会发生伫咱台湾吼。50年代吼，咱中华民国的政府吼，是安那无法度针对即个治外法权的代志吼，甲美国较强硬来谈判吼，就是因为咱外岛的局势吼，搁无稳定啦吼。为即个54年金门93炮舰吼，就第1届台海危机的时阵吼，即个时阵就是美军头一届吼，甲即个核子的武器吼炸入去Okinawa吼，了后咱就签即个中美共同防御的条约吼。美国虽然就是承诺讲即个台湾甲北欧的防卫吼，毋过伊若是用即个条约吼来牵制蒋介石政权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吼来主动攻击。58年吼823炮舰，就是第2届的台海危机吼，若是共款发生伫金门吼，就甲拍甲真严重。过2个月了吼，毛泽东吼，伊就宣布讲，单拍双唔拍吼，就是意思就是讲，骑士的日子吼，就是中国拍金门，双输
双数吼，客数的日子是中国拍金门啦吼，啊双数的日子就是咱国民党军吼，就是拍厦门吼，啊一直拍到美国甲中国建交的79年的正月初一吼，啊拢总维持了21年啦吼，啊伫即段期间吼，就差不多有超过100万粒的炮弹吼，拢拍伫金门吼。另外一个历史的学者吼，迈克佐尼吼，伊就指出讲，咱为即个823炮舰作为一个结界吼，60年代了吼，咱海峡两淮的政权伫金门的军事冲突，就是为军事的性质吼，变成是政治的性质吼。啊，毛泽东决定无要甲金门摕落吼，是因为讲伊若个摕落，安尼就会造成讲咱两淮吼就正式分离吼。按讲若是咱会使延续伫金门的军事对立，安尼就会使宣示中国的内战就是还袂结束吼。啊，咱台湾吼的蒋介石政权也是共款用即个方式吼，甲内战的问题转化吼作为一个冷战的问题，争取国际的支持。就是讲伫金门的这个炮舰吼，互两个政权伫世界的规个冷战的体制当中吼，就是会使找到因家己的战略地位吼，而且会使以即个非常的时期之名吼，就是伫国内吼实行即个集权的统治。啊，咱金门变成中华民国的战线了吼，伊就是先经过了军管吼、军事的管理，啊，阁有差不多40档吼的间谍任务吼的即个统治吼。啊，咱的居民呢，就透过民防的组织吼，一直互人动员吼来做防御的工事吼，啊，阁有军事的训练。啊，规个生活吼，拢是受到这炮舰啊、军事的体制啊，阁有动员吼的支配。啊，比起咱台湾本岛吼，因更加凸显吼中华民国原底宪法的即个例外的状态。啊，搁再来，我要甲大家介绍吼，即个金门小说吼，就是吴君瑶吼，即个作家吼。啊，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即个小说是为若是我伫遐吼，即本册内底吼，收伫内底吼。啊，除了即本册了，伊阁有写几个小说吼，拢是为金门的历史吼来出发创作。咱即个小说的背景吼，就是讲2001年开始实施的即个小三通啊吼。小三通就是讲，伫台湾的金门、马祖，啊，阁有中国的厦门、马尾、泉州吼之间，咱会使通商、通航、通邮吼，做一个有限定的开放。啊，即个小说内底吼是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吼，的即个我吼，即个我呢，就咧感叹讲，连接机场甲港口的新路开通了吼，伫咧旧路边伊的故乡吼，就互人放袂记啦吼。啊，伊就开始咧想回想吼，伊细汉时阵的一寡代志吼，尤其是伊的亲情。啊，阁有庄内的女性的故事吼。啊，这个故事呢，会使分做3部分啦吼。第一部分吼，就是已经过身的一寡士大人的女性吼，像讲伊的儿母吼，遁去了吼，日练啊，大家就咧无闲咧办丧事的时阵吼，
啊李五山雄雄的拍一个骹手吼，就搁活过来吼。啊，搁另外一个是有一只毋知是象棋的牛吼，就甲田边的敏豆仔拢食了了吼。啊，我的阿嬷吼，就为暗头仔一直骂到暗时吼。啊，搁有一个故事是咧讲砖头仔内底的查甫人吼，手收了后，就做伙跋筊吼。啊，我一个囡仔嘛，我就负责看头吼。啊，看到牛仔伯跋歹筊吼。啊，就想去讲牛仔井吼，伊甲即个水母井吼，因两个同西仔冤家吼，啊，就啉即个农药自杀。啊，牛仔井就真痛苦吼，就伫遐滚卡吼。啊，上尾呢是家己自尽吼，才为即个伊的痛苦吼，就是解放吼。啊，遮个代志的边仔拢有台湾的阿兵哥吼，伫边仔啦吼，因有当时就是排唱吼，就是为即个碉堡行出来。啊，微微仔笑吼，就看即个阿嬷吼，一直伫遐咒骂啦吼，啊是讲因送军营的喷啦吼，来互居民饲猪。啊，即个时阵吼，看因咧冤家嘛，就伫遐斗囥煞啦吼。啊，毋过后来就看到迄个牛仔井吼，自尽安尼啦吼。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描写到台湾人的阿兵哥吼，因伫咧孝受庄内吼较少年的女性的故事啦吼。啊，就像有一个阿兵哥吼，伊就哪看我的叔伯阿嫂吼，就是咧换衫啊，哪伫遐拍手枪吼。啊，搁有另外一个阿兵哥吼，伊就使即个军用的拖拉机吼来找我的叔伯阿姊吼。啊，因就离时吼，就神神秘秘吼，就关门吼做伙困，啊，搁软入去即个棉被的内底啦吼。啊，几年后吼，我去一个同学因兜佚佗吼，啊，得看到一个阿兵哥吼，伊就甲手吼伸入去一堆军仔衫的下骹吼，啊，一直为伫甲车衫迄个查某囡仔的大腿甲摸入去吼，啊，得要摸到得要挖进内底吼，这禁地的所在时阵吼，无用伫车衫的即个查某囡仔吼，就点点啊甲伊的两只骹甲夹起来吼，啊，就无要互伊的手吼继续为内底行吼。啊，遮个故事吼，就是看起来介相互相无啥物关联吼。按过因其实拢有两层的意思吼。一层就是表现着咱金门人吼，甲军事的设施，啊，搁有台湾的阿兵哥做伙生活吼，即款的间谍状况吼。啊，另外一层就是作为一款的国族吼，就是国家民族的语言吼，咱叫做 national allegory 吼，即款的手法吼，咱照着金门为两岸对立的战线，变做是经贸交流的后壁门吼，即款的地政学吼，就是 geopolitical 吼，即款的位置的转变，来表现着咱两岸政治关系的变化吼。啊，咱会使为即个方式来看吼，就会使看着讲，第一部分吼，就是咧讲。两岸的政权互相做对头，系即个冷战的关系吼。啊，韩战爆发，互美国来防卫台湾海峡吼，啊，就解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啊，这就是对应着故事内底吼，李武死去搁活起来吼，即个故事吼。啊，了后呢，咱伫台湾就甲共产党的政权骂做偷摕国家。匪徒吼，啊，着咒抓吼，讲要公互失土啦吼，啊，着亲像故事内底吼，对咧空气啊，一直伫遐咒骂吼，咒骂即个阿嬷吼。啊，搁再来呢，有伫冷战吼，就是讲查甫人的跋筊甲跋歹筊啦，就是哪像伫冷战，就是改成是即款的代志啦吼。啊，共一个民族的内战吼。就是东西仔冤家吼，啊，就变做是两个政权吼，甲国家之间吼，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即
战争，啊，互金门人受到真大诶伤害就是参即个牛仔浸伊亲像刀得甲挂肠即款诶痛苦。咱会使甲放煞诶，即个阿兵哥着会使看作是改成咧牵制蒋介石主动攻击诶美国第二部分呢，咱也是会使用即个语言诶方式来甲读伊着表现讲中国改革开放了后，两淮之间呢用小三通开始经贸诶交流中国市场诶商机刺激着台湾资本主义诶欲望就是偷看换衫就是换衫嘛就是变成一个为即个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诶即款诶变化安那拍手枪咱伫政治军事对立下骹咱开始之下咱开始诶即个经济诶交流就若像内底迄字是关门做伙困诶即个故事就是会一直足密切就是会停留伫一个限度以内就亲像这裙仔衫下骹无法度继续向内底行诶迄支手安尼。安尼小说的上尾其实佫有一个第三部分讲的是我的叔伯阿兄伊骑脚踏车要转来庄仔的时阵就伫路边听到大家传说中的女鬼女鬼咧就抱一个红婴仔比手势就甲讨牛奶啦听讲即个女鬼是互为台湾来的阿兵哥啦母甲大巴肚了后甲放散即个查某囡仔互伊足无情的老爸伫大家面头前大家拍伊就过心毋知是自杀还是安怎啦就是过心了后伊就伫棺材内底甲即个红婴仔洗落因为已经变成女鬼所以伊无法度入去砖头内底伊的老母呢，就来到庄仔头入口的小庙甲拜叫伊来世投胎去做别人家的囡仔伊若无法度换进咱这作为一个语言就表现着咱90年代台湾国族主义兴起了后金门就互台湾放散的即个现实咱伫90年代尾的时阵咱民进党就是有提出台湾未来的国家版图这时阵就甲金门甲排除伫外口是安怎呢？因为金门离中国伤近对咱国家的防卫就是不利2008年的时阵，台湾甲中国就全面开放交流金门就更加失去伊伫两淮关系内底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一般来讲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咱的边界除了寄出领土、主权甲管辖权的内部甲外部嘛同一个时间寄出国民甲语言的即个地缘体就是叫做 geobody 的即个想象这是三开脑去即个学者伊做的讨论咱较特别的是讲咱伫两淮冷战的对立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内战的一个延续所以咱两淮伫民族、语言甲文化的方面拢有真侪共通的所在。毋过伫冷战之下咱就变成对立的国家佫有一个就是伫台湾本土化佫有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两淮政权就伫争夺
中国正统权吼诶中国性吼 Chineseness 吼，咱伫即个过程中，着甲排除吼。啊，毋过咱经贸诶交流开始了后吼，即个中国性着变成是台商吼伫做跨国诶经济诶活动时阵诶一个文化诶资本吼，啊造成咱国族甲文化认同诶矛盾诶状态。95年吼，咱有3个美军吼，着强奸Okinawa 一个12岁吼，过校啊4年的查某囡仔吼，啊着引起足大的抗议吼。啊，美军的治外法权吼，着因为安尼吼，着才来调整吼。若是较凶恶的犯罪，美军着会使考虑吼，甲即个嫌疑犯交互日本的警察来做调查吼。啊，另外一个就是呢，因着设立一个 Okinawa 的委员会吼，啊，伫96年吼，着决定吼，要甲即个普天间吼，咱头拄仔看迄个普天间的机场吼，刷起，就是即个红色的，福天嘛吼，就是甲即个普天间的机场吼，选起居民人口较少的北部吼，叫做边野古吼，黑诺库的即个所在吼，黑诺库就是伊伫边仔吼，啊着伫遮要填海造陆吼，来起即个因的机场安尼啦吼，啊。安尼做吼是为着要降低美军的事故甲犯罪引起居民不满的机会吼。啊，另外呢，因阁决定讲吼，要甲美军基地21%的土地归还吼，啊，包括有咱头拄仔看到的北部训练区域一半的土地吼，拢要甲归还。吼，就是咱伫遮吼看到这有画即个红线的所在吼，就是因要归还的即个土地吼。啊，毋过伊这有一个条件吼，就是要甲直升机的停机坪吼，甲选起高岗吼，就是咱头拄仔头拄仔看到迄色越南村的即个所在吼，因为这个所在就是无归还吼，所以着甲即个停机坪甲选起遐吼。啊，毋过因为吼，因伫做即个停机坪的时阵吼，因为随着升降的吼，即个 Osprey 吼，即款的鱼鹰战机吼，就是定发生代志吼，啊，所以高岗的居民吼，着为迄个开始吼，着开始抗争吼，一直到即马吼。啊，咱到2010年吼，就是民主党的哈多亚马政权吼，伊本来是讲要甲 Okinawa 的美军的基地甲刷走吼，啊，过即个选举的支票跳票了吼，后来就决定吼，若是选去即个黑诺库吼边野古吼，啊，咱就开始出现即个激进派的管政府啦吼，甲日本政府之间就开始有即个司法的即个攻防战吼，啊，居民吼若是共款，就一直抗争吼，一直到即马。啊，搁有呢，就是15年的时阵吼，日本就重新解释和平宪法当中的集体自卫权吼，集体自卫权，啊，就通过即个和平安全法案，互因的首相会使伫紧急状态，会使派自卫队到外国去支援即个盟军吼，就是美军啦吼，作战吼。啊，同一年，其实日本自卫队甲美国的海军
之间吼，因就已经私下协定讲，未来吼，因要共同使用边野古吼的新的军事的设施吼。咱拢足清楚的，就是2年前啦吼，咱的即个美国众议院议长吼，佩洛西伊访问台湾了后，中国就做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飞弹就落入去日本的经济海域，日本就以台湾有代志吼之名，就继续伫沖縄的南西诸岛吼配置自卫队，甲有即个飞弹吼。日本的再军事化，伫沖縄的本岛甲离岛，拢有引起居民的反对吼。这是因为吼79年前吼，日本甲美国伫沖縄决战吼，造成49万的居民有1/3的人死亡，互居民知影讲，战争发生的时阵吼，军队的任务吼是保护天皇，保护国家，毋是保护人民。我伫即本册吼，即个翻译即本沖縄战的囡仔即本册吼，我有写一篇讨论吼。伫即个讨论内底，我有讲吼，沖縄是一场有可能发生，毋过无发生伫台湾的战争吼。这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吼，伊原来是考虑要为台湾进攻中国的战场，甲日本对战。过因为迄个路径吼，就需要介济部队，所以伫44年10月吼，因就决定吼，该进攻硫磺岛，阁有沖縄吼。所以咱为即个历史来看吼，咱看今仔日吼，沖縄伫反对美军的基地，反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即个运动吼，就甲咱提醒了吼。冷战下，美国带头的日本、韩国、台湾的反共民主阵营吼，其实是建立伫尤内亚马丽莎头拄讲的吼，是一个跨太平洋共犯的释义吼的之上。所以为中华民国到台湾吼，咱的国族的认同甲主体性，一直拢是建立伫反中国、亲美国、亲日本吼即款的冷战的结构之上吼。沖縄甲金门吼，因作为冷战之下的一个热战的战场，因互咱看到讲，咱台湾即马伫面对新冷战，其实若面对2个挑战。第一，咱咧批判反对中国的军国主义甲人权侵犯的共一个时阵吼，咱如何以共款的标准来批判反对美国伫全世界的军事资本主义甲人权侵犯，阁有日本的再军事化。第二，台湾作为一个伫国际社会无啥互人承认的国家，如何为共统的历史的经验出发，甲沖縄的居民连接起来，重新思考国族主义甲帝国主义的共犯关系，抑阁有国族主义本身的限制。德国的哲学家吼海德格尔，伊有讲过一句话吼，伊讲语言是存在的基础吼。就讲较白话，就讲人就是住伫咧语言的内底吼。我即摆来准备即个演讲吼，才发现讲我虽然已经
得要半世纪吼，拢无啥使用着我的武语啦吼。毋过我即个人吼，其实有真重要的一部分，一直拢带伫我的即个武语内底吼。甲我伫学校吼，也是伫外国学着的语言，阁有遐语言伫甲我讲的代志相对化吼，互我会使对因一直保持一个怀疑的一个态度吼。顶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乌克兰话甲金门，也是讲其他吼，拢会有伫关心伫战争的时阵，一个土地的人民是安怎死去，是安怎活落来，因有啥物款的情绪吼，即款的文学，不管因是毋是用因的母语来创作，就亲像是咱每一个人共通的母语共款，互咱对咱的时代、咱的国家、咱的世界有无共款的看法甲想法。虽然咱即马面对真济的挑战，毋过咱的民主化，互咱有言论的自由，这就是思想的自由。若是咱会使甲危机化作转机，重新思考帝国主义甲孤族主义实际上是安怎透过冷战、后冷战、新冷战这内外状态威胁、伤害着咱的生存甲人权。我相信，这就是咱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上界宝贵的资产甲价值。我今日的分享就先做到这，多谢大家。非常感谢朱博士带来足精彩的演讲。我感觉吼，朱博士讲迄上后摆哦，上尾了的时阵吼，伊提出两个足好的问题，就是即两个问题。等下阮会当即两个问题，阮等下会当系开放给在场的朋友来讨论。即马阮邀请陈伟迪博士，针对朱博士的演讲进行对谈。首先感谢咱后美所洪主任、洪教授的邀请个这规个连续的迄个主题的迄个安排这我想这主题拢其实是真重要比如讲今仔日朱教授讲的这个主题我想这毋是一个文学的研究，也是讲历史的研究尔这其实是讲甲咱现主时咱台湾面对着的状况是有关系嘛真欢喜就是讲主办单位邀请就互我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来舞谈咱朱教授今仔日这个演讲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想其实朱教授今仔日这个演讲其实有讲到真济真重要的问题除了从尾咱看到的这个台湾当前面对的挑战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台湾伫民主化了后咱重新来看家己的历史，佮家己伫这个世界上顶悬的地位安尼佮咱家己通做啥物代志安尼咱不只是伫等人等别人来出手安尼咱家己佮通做一寡啥物款的代志安尼第二点是讲咱台湾虽然讲伫现主时的国际地位顶悬因为大家拢知影的因素其实中国因素啦互台湾目前毋是一个受国际上真侪国家承认的国家即款的情况之下台湾伫一个即种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下的情况之下，台湾其实是一个真不利的国家安尼会使讲，其实就是讲伊是弱者安尼弱者
嘛另外一方面来看讲，台湾嘛毋是讲单单是一个弱者尔。咱来看讲，比如讲台湾，无管是伫政治上、经济上，力量，甚至是伫台湾的国防顶悬，伫全世界的兵比顶悬，拢算讲是头名的头顶的内底也是讲，咱即摆台湾是变做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咱一方面有真强的经济，甚至是某种政治佮军事的力量。毋过咱国际上顶悬，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咱因为一寡原因，所以咱变做讲是一个无互国际社会官方承认的一个即款的地位安尼。我想即款的咱台湾即款的地位，你全世界找无第二个国家安尼就算讲，比如今仔日朱教授伫讨论其实开真侪时间伫解说伫说明用迄个琉球的例ukinawa话来讲琉球看起来敢若互日本甲美国欺负得真忝毋过甲台湾比较起来，伊阁是一个被承认的所在安尼啦我想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为朱教授今仔日的演讲内底，咱其实嘛通进一步来想就是讲，咱台湾是安怎会行到咱有法度发展到今仔日这个地步安尼？咱无变做中国的一部分，咱嘛无变过，比如讲，咱嘛无，其实最主要咱无互变做是，比如讲像ukinawa变过继续阁是一个美军的基地安尼虽然讲伫台湾有危机的时阵，咱真侪人拢毋望讲美国的舰队阁通过台湾海峡安尼嘛真侪人希望讲伫国际上真侪所在这种国际上的迄个所谓的西方的国家的强国他为咱台湾来赞声安尼毋过咱等到倒来看咱其实看讲，其实台湾今仔日有发展即款的实力其实无论经济上也好，还是讲其他的所在也好，除了在国际上的原因之外其实某种程度嘛是咱台湾人家己拍拼出来，拍拼出来。我咧讲毋是讲ukinawa的人无拍拼啦伊嘛是真拍拼，伊嘛是真拍拼安尼至于讲咱其实台湾人爱对家己较有一寡自信的安尼咱倒来讲今仔日朱教授讲的即个主题其实我想比如讲日本的前首相就讲过一寡安倍晋三迄个安倍晋三伊讲一句真有名的话，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两句话大概他简单来讲就是今仔日朱教授今仔日这个报告内底其实是要去处理的问题安尼毋过其实咱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嘛咱为历史来看其实毋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世界就有事安尼其实颠倒变，往往是世界有事，台湾有事安尼咱为比如讲近代早期来看就好荷兰、西班牙人因为为欧洲西方欧洲国家为世界扩张的过程内底，其实台湾变做是第一届变做是伫400年前变做是欧美的一个迄个东亚的迄个据点安尼然后中国大陆的迄个政权的变化互台湾佫产生一寡新的政治的变化近代史嘛是共款，像咱日本人台湾变做日本的殖民地，其实嘛是这国际情势的改变的一个结果安尼更加免讲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无管台湾的地位是毋是有，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有伫迄个
有伫迄个条约内底有做一个决定是毋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佫是一个事实无管是毋是安尼只要咱看讲台湾的地位甲台湾的发展一直受到世界这个环境的影响安尼毋过咱嘛通看到讲，就算讲是安尼，其实台湾伫这个历史发展内底来讲，咱嘛渐渐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出来安尼。我想全世界无一个国家通像台湾安尼，经过将近要30-40年的长期的戒严了后，有法度用和平的手段、和平的方法，将一个威权国家，将一个威权的政权，甲换摕落来。全世界无一个国家通像台湾安尼的民主化，有法度像台湾安尼，无经过激烈的武装的流血的斗争的过程。当然咱嘛会使讲这是因为美国伫外口甲咱保护安怎也是讲台湾伫战后的发展内底对着日本用迄种的敢若是伊讲人国语讲的迄种雁行发展迄种的迄种的定数别人迄个食肉，咱啉汤顺续安尼发展起来安尼就算讲是安尼，咱其实嘛行出家己一条路比如讲，咱今仔日台湾的迄个经济发展也好，今仔日的半导体的迄个台湾的实力也好甚至包括讲今仔日台湾的民主化这个问题就是安尼伫这个过程内底，咱若看到讲，台湾虽然讲做一个弱者，咱其实有法度行出一个无去模仿强者的政治制度，无去模仿强者的处理代志的办法，来伫民主化的过程内底，甚至渐渐去。这个民主化不只是伫政治上顶悬的民主化尔，包括伫社会面、经济面内底来好，咱有看到讲，台湾其实行出一个家己的路出来安尼。那为遮来看咱其实他佫倒转来看讲，今仔日主教授内底报告内底讲到，用的两个例咱 Okinawa 的例，甲金门的例安尼当然金门今仔日伊绝对来佫写着第4部曲就是毋是今仔日这个部分尔可能伊个规个变过来安尼那 Okinawa 这个部分其实内底今仔主教授讲到的例较侪是迄个Okinawa 的作家游击英喜游击马达尤西伊去伊的迄个作品其实不只是伊的作品尔。某种程度咱来看，战后的Okinawa的作家，差不多因所有人的作品拢通放伫这个结构内底来看因的作品安尼。因的作品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他主教授有讲到一个迄个概念，就是国族民族的语言national allegory。因大部分的人作品其实拢伫讲到，用文学的手段，用文学的故事来反省到迄个Okinawa伫这个世界的内底的文明，甲伊的生存的情况安尼。其实咱嘛倒转来看台湾的文学史内底是毋是嘛有类似的作品？其实嘛是有比如讲，我就想着讲，像迄个王振和佮魏春明因的作品拢有去处理着遮个问题安尼特别是王振和佮迄个黄春明因的作品内底拢有去处理着语言的问题咱来看因的作品，来甲Okinawa作家的作品来比较起来，咱就会看到讲，其实无共款的迄
台湾人的个性吼，台湾人的迄种的性格嘛表现伫迄个作品内底，吼。咱去看迄个奥吉纳的作品，作家作品的时候，咱有感觉着一款的迄个受欺负的迄种的悲伤吼，啊，要反抗啊，无法度安尼吼，啊，无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吼，来处理家己的生存的状况。啊，我咱来看咱台湾即个作家，咱会发觉讲，其实看起来敢若是一个真受欺负的故事。啊，毋过咱即个故事内底拢怎行出另外一个迄种的口说，也是讲无一定是讲完全变做笑亏迄款的迄种的故事啦，吼。啊，其实某程度这展现出一种台湾人的迄种的伫历史的过程内底发展出来的一种一种处理即款的状况的迄种的办法安尼吼。啊，我想这无一定嘛是吼台湾人伫政治上、甲其他的经济上吼会适应即款的环境的一个办法吼。啊，上尾吼，我想讲，因为时间的原因嘛，上尾我是想讲，咱今仔日朱教授这个报告吼，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内外状态安尼吼，近代国家创造一个内外状态的环境，吼，啊，这环境伫实际上的状况内底，比如讲伫主教授报告内底，吼，就是Okinawa 即款的所在，吼，也是讲伫台湾的例来讲，吼，比如讲金门即款的所在，吼。啊，毋过其实咱若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吼，其实主教授伫个报告内底嘛有讲到，就是讲即种内外状态，吼，基本上伫近代国家来讲，也是讲国家即种政治形式来讲。伊无一定是遐尔啊例外安尼，伊往往是伊的一款的迄种的定会做的代志安尼，吼。今仔日若就算讲无Okinawa无金门，嘛是会阁创造出另外一个即款的所在，吼。这无一定是，比如讲是伫本土内底迄种的社会弱者，也是讲本土内底较无受到重视的迄区域安尼，吼。比如讲，拿日本来讲。吼，咱为10年前迄个福克西玛的迄个福岛迄事件啦，咱就看到讲日本的东北地区，它不只是战后，甚至是为明治维新内底一开始，就一直是互近代日本当是一个通啊牺牲的所在安尼吼。啊，其实金门嘛是，今仔日若无金门，可能嘛是有可能会出现伫。另外的所在，另外一群人安尼吼，我想这是其实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咱台湾伫民主化，为1980年代开始，这30几年来，咱到今仔日，需要去面对，甚至需要去进一步去处理，物安尼吼。那以上是我简单的有淡的回应吼，多谢。好，真多谢伟弟吼，即个遮尔精彩的回应吼。我个人讲文史不分家吼，我是真正有感觉讲，我读即个做文学的研究吼，其实有差不多一半吼，拢是爱做即个历史的研究吼。而且呢，就是透过即个文学吼内底，伊就是因为咱历史的根本上就是可能就是国家的国族吼的一个角度吼来写的物件嘛吼，所以就是有一寡物件，伊就袂互人写落去吼，也是讲有一寡因的情绪，有一寡因的声音吼，伫咱的普通看会到的历史吼内底，伊就是无法度写吼，无法度互人听到吼。啊，文学就是伫即个时阵吼，就甲历史。就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即个对话吼。啊，我是想要回应2点啦吼，就一点是讲，伟弟就咧讲，咱作为一个
算讲较弱者的即个国家吼，我其实真有即个感觉啦吼，因为像伫日本读册时阵吼，阮的同学吼，因着日本人嘛，着发表吼，着讲即个日本美国人的即个文学吼，啥物啥物啊，了我着甲问讲。请问吼，就是你感觉作为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啥物款的代志？吼，是有啥物意义？吼，啊，伊着想几步吼，伊着甲我讲，哦，就是迄护照吼，迄 passport 吼，就是迄本 passport 啦吼，就是日本人吼，对伊来讲就是即块代志吼。啊，我着感觉足不满，我着甲讲啊。就敢是安尼尔吗？吼，我着迄当时就是敢去读博士班吼，就是较迄落较白毛吼，所以就安尼甲问吼，后来下课了吼，伊就甲我讲，首相，阮日本人吼是无得想即款代志，吼，啊，我就想讲。是安怎呢？就是阮台湾人吼，就是一直一天到晚伫咧想讲，哦，阮到底是啥物人吼？啊，阮到底搁再来是要安怎吼？就是一天到晚拢有即个认同吼的问题吼，定定在发生吼。啊，是安怎？即日本人就是啥物拢毋免想吼，安尼。啊，后来我去Okinawa做研究了吼，我才明白讲哦，就是因为因甲遮个问题拢。杀去吼，就是别个所在吼，就是互别个所在的人去痛苦吼，去烦恼吼。啊，因家己吼，虽然其实我头拄有讲着吼，其实日本的本土若是有面对真济的问题吼，像因15年吼，就是去改变因的和平的宪法，啊，就是真济人拢反对吼，因为因就是经过即个代志，才知影讲因正前感觉即个和平的宪法吼，改成若是有介济问题吼，按过即马互人再军事化了吼，就敢讲，其实即个宪法和平宪法改成若是袂歹吼，就是因即马就开始有即个危机吼，因为经过战争的人吼，就差不多就已经拢年岁真大，无就是已经无剩几个啦吼，所以日本就开始有即款的。袂记哩，甲即个历史吼，甲放袂记的即款的军国主义吼，搁较起来吼，搁一届起来的即款的状况吼，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咱台湾虽然即马看起来是一个算讲较弱者的国家吼，按讲其实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吼，真重要的一件代志讲，除了台湾的人吼，其实无人会对国家。主权吼，遮个问题有遮尔深刻的即个思考吼，啊，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吼，会使互咱世界吼做一个真大的即个贡献吼，就是讲咱就是爱为即个问题吼，就是一直去甲思考吼，啊，亲像其实伟弟应该知影啦，就是阿冈本伊咧讲即个主权吼，伊其实。伊就是为即个主权吼，即个概念，伊就开始去探讨嘛吼。啊，主权吼，我感觉咱即个 sovereignty 吼，咱其实咱伫翻译当时吼，就是伫翻译时阵吼，就是若是翻译较真好，就是君主吼，正前国王吼，因就是会去决定吼一寡另外的状态，所以因就是去决定迄个。主权，还是讲主权的迄落权利，吼，即个因会使决定，吼，啊，所以这就是伊的一个限制，吼，主权本身伊就是有一个限制，啊，咱即马全世界就是拢在照为西方来遮个制度，吼，概念在行，吼，在做，吼，啊，其实咱已经面对足济对于咱的生存，吼，啊，搁有咱的人权，吼。一个伤害吼，啊，所以即个状况吼，就是咱就是为台湾的角度吼，会使为即个国家到底是啥物吼，啊，主权到底是啥物吼，啊，为即个代志来思考吼，我感觉这就是上重要的一个代志吼。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其实我今仔日本来想要讲足济吼，Okinawa的文学吼，啊，台湾的文学想要甲大家介绍吼，按讲吼，因为我想讲。其实即马
到底Okinawa 的状况是安怎吼？我感觉即个是较重要吼。啊，文学若是大家有兴趣吼，就会使来即个台文所吼，来就是来遮参加阮的一寡活动吼，你就会知影真侪即个台湾的即个文学吼。啊，我今仔日无时间讲吼，毋过其实即个文学因伫写即个各族的即个语言的时阵吼，有一个物件真重要吼，就是即个性别性关系吼，恁会使注意到。我今仔日虽然无特别讲吼，毋过即个 Okinawa 的小说，金门的小说，啊，佫有头拄仔伟迪讲到台湾的文学吼内底，其实有足侪，就是关系到咱的性别吼。性关系的即个主题吼，啊，其实头拄仔金门迄个小说，因就是即个我吼内底咧讲故事的人吼，因若是看咧即个阿兵哥啊，啊，甲有迄个庄内底的女性吼，的一寡状况吼，伊就是一寡交流啦吼，啊，伊就是迄若是变成伊一个伊顶大人的一个过程吼，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吼，咱即马就是伫。咧看吼，在台湾遮个挑战的时阵吼，咱就是会使为讲，咱其实伫即个性别吼，即个女性吼性别遮个问题吼，咱即摆已经是真我是敢讲是全亚洲吼，东亚啦嘿，别个全亚洲吼，因为东亚的国家内底吼，我是感觉是真正是真进步吼，一个国家吼，所以咱就是为即个性别吼，啊，佫有即个种族，啊，佫有即个咱的即个问题吼，啊，佫有因的互相的关系吼，来做一个探讨吼，咱就会使建立是会佫较伫即个会使去会使，互每一个人吼，拢会使作为一个国民。也是讲，伊作为一个个人吼，伊拢会使找到一个伊感觉带了真舒适吼的一个所在吼，啊，这就是我想要回应伟迪吼头拄仔讲的，谢谢。好，感谢两位。啊，阮即马阁有3分钟，啊，阮现在就开放现场的朋友看有啥物问题。啊，你会当用台语嘛，会当用北京话无问题。啊。现场敢有朋友要甲教授进行交流的？好，这位请。我台湾谈问题，真欢喜今日当用到我抑个会晓讲的语言，听若像个一段故事，我。心内有真大的感慨。啊，针对这个题目哦，我想要提出一个看法，互朱教授参考看卖啊。我1956年被生伫咧台南，到今日我的感想，二战了后。我的老爸是日本人，伊的祖先是对福建来的，真清楚。战后，美军去冲绳驻地，因国家的武力，但是咧。日本所国有的台湾岛，美军去请蒋介石啊，这个军事组织来治理台湾，所以。冲绳的人，因真知影，因的国家叫做日本国，但是伫台湾的日本人，
无对着世界潮流的建国潮，建立一个家己的国家。伫蒋介石啊，被美军请来的即个军事组织，甲台湾的日本人华民化，借重即个中华民国的名义，所以使台湾岛上历任了后的人，即个被华民化了后，失去国家的认知。这是我是认为，要来看台湾岛含冲绳岛上的人上介大的差别。这个无国界，而且被华民化的认知所产生的错乱，这我是认为，那这点来了解台湾人的本质，可能较容易啦。啊，以上。30秒。哦，好，我讲我30秒吼。这是真趣味的一个问题啦吼。我是讲，其实咱台湾人吼，伫历史顶头的一直拢是处理一个足分裂的一个状况吼，就是亲像讲，咱为来台湾移民来台湾吼，啊开垦吼，啊后来变成日本人吼。那伫迄个时阵呢，若是伫就是咱的认同吼顶头，就是有真侪个问题吼。啊后来作为即个日本兵吼，啊去中国去南洋作战吼，才会身份吼。啊，佫有一个我之前其实无啥清楚，后来才知影讲，若有真侪人吼，就是伫国共内战的时阵吼，互国民党派去掠去中国吼。就是去遐作战吼，就是若是有即款的情形吼，啊，所以咱其实就是规个拢是咱到底是要做对一个国民吼，即个代志，普通就是拢毋是咱家己咧决定吼，拢是外口的吼，就是头拄仔为你讲的啦，就国际社会吼，就是甲咱决定讲咱是要安怎吼，就是咱的命运吼，就是外口的人吼。伫决定的吼，按讲我是感觉讲，其实即款的状况，就是就是会一直可能会袂讲遐尼紧就结束啦吼。啊，就是讲，即个就是有一个较麻烦的所在吼，就是因为咱无法度亲像别个国家的人吼，就是拢对于国家、对于国民吼、对于这主权吼、这问题拢毋免去想吼。按讲就是即个好处吼，就是伫咧讲，咱其实就是袂互国家来，就是面对国家的时阵吼，咱其实拢足清楚的讲，知影讲，其实这改成毋是我，吼，这改成毋是我要爱，吼啊，所以咱有即款的，就是为咱家己的历史的经验，还是为咱家己生活，吼，就是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咱住伫一个咱的母语吼内底的即个经验吼，咱着随时拢会使甲即个国家吼相对化吼。我是感觉这是一个真辛苦，按讲若是真真为咱的作为一个人吼，咱的存在吼，就是这是一个真重要思想的一个自由吼，就是伫即个所在安尼吼。谢谢。感谢吼啊！台湾吼，即马吼有当前面对的挑战，啊，阮即马嘛有阮面对的挑战，就是时间超过啊吼，已经超过要5分钟啊，足歹势。咱今日足欢喜会当邀请朱博士甲陈博士来遮，有一个足好的演讲啊，阮则拍破啊感谢因吼，谢谢。安尼啊，今日的活动到这为止，谢谢。